好啊，當然啦，喺我哋即係倡議呢啲任何嘅政策，少不免咧一定都要涉及到立法會議員嚇。就我哋好高興請到阿陳永欣議員咧，同大家都就住呢個議題咧，都表達個意見嚇。因為原先阿永欣咧都想再留耐啲嘅，不過佢另外有要事嚇，咁佢講完呢段時間咧就要先離開嘅嚇。好啦，交時間俾阿陳永欣議員。非常之感謝。因為咧，呢兩日都有好多關於醫療收費嘅消息啦，咁所以我哋都急住咧要去作出唔同嘅回應。咁啊頭先咧都係首先卜完咪再趕過嚟。大家如果睇我哋嘅直播咧，見到我卜咪咧，頭也不回咁樣走咗去撳 lift，睇到呢一段嘅，我就係趕緊過嚟嘅。大家陣間可以睇翻，正正咧都係談及到咧有關收費改革啦。咁其實我知道陣間可能催化都會有更多嘅補充，有關嚟緊咧一系列嘅改革。咁我知道都有一個封頂嘅機制嘅。咁我相信咧對於即係啲大病重症嘅市民嚟講咧，都會係一個幫助。咁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定期做一個檢討，睇下相關嘅成效嘅。咁但係集中講翻即係一家嘅機制，我覺得咧 Frank 咧真係人如其名，好 frank，好坦白。因為咧，我自己喺議會度咧，我問盧局長，我哋一家嘅機制嘅成效係點咧？局長話幾好啊，我哋有400幾個嘅查詢，但係申請得11個。其實喺我正正提出有關嘅質詢嘅時候咧，都未夠雙位數字。推行咗由2023年11月啦，到我提質詢，我記得係1年嘅時間都唔夠雙位數字。咁去到今時今日咧，就我相信儲夠11個啦。咁但係你話呢個數字係唔係理想咧？我自己覺得我哋都仍然要追落後嘅，因為事實上我哋有多啲新藥咧可以嚟到我哋香港註冊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藥物嘅成本降低。即係有一個數字好驚人嘅，尤其是我哋喺議會咧，經常要睇住政府盤數。咁我哋知道咧喺HA 啦，佢買藥方面咧相當之昂貴。即係大家都可能討論唔同嘅政策咧，係用到我哋好多嘅開支，但係咧醫療嘅開支咧非常龐大。就咁我哋講緊買藥咧，過去5年咧都增加咗50億，咁所以係非常之驚人嘅數字。我知道咧再咁落去咧都唔能夠持續嘅，所以改革係必須要嘅。一家嘅機制咧都必須要加快。咁我哋知道政府而家咧都頭先 Frank 都介紹咗啦，咁會有一個即係諮詢啦，可以做好一啲前期申請嘅工作，咁導致咧即係我哋一啲藥廠咧都可以更加順暢地咧可以將佢哋嘅新藥咧嚟到香港，俾我哋嘅病友咧可以盡快使用。咁呢方面當然我哋係相當之歡迎嘅。咁我都知道咧，政府咧而家都探討緊一個問題，就係做一個一家嘅1對1諮詢，應唔應該收費？咁我知道有好多藥廠喺度都可以同啲藥廠講聲，我覺得佢哋應該唔介意收費嘅，佢哋願意俾嘅，因為利潤啦，同埋相信我哋香港嘅市場，你話700萬嘅人口未必係最吸引到，但係我哋有成個灣區10倍嘅人口。因為最近咧好多兩會嘅學習咧，我哋知道我哋成個大灣區嘅經濟體咧加埋起嚟咧係全球第9嘅。我哋一個大灣區嘅經濟體比起一個國家，例如鄰近嘅韓國、澳洲仲要大，所以其實我有好龐大嘅經濟潛力嘅。當然呢樣嘢咧唔係我哋同病友講嘅，病友係我哋最關心藥物係咪可以可達，係咪可以負擔。但係對於政府咧，同埋我哋希望去進行更多游說嘅工作咧，佢哋嘅經濟效益係好重要嘅，尤其是藥廠考慮嘅，所以我哋都要平衡各方面。即係我自己認為咧，藥廠都唔介意咧，俾一啲諮詢費，令到佢哋嘅藥物可以早啲嚟到香港嘅。咁我覺得咧呢個原則咧，同我哋之前咧都我有一份嘅書面質詢啦，就係講到咧有關 PICS 嘅，即係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藥品檢測合作計劃咧，都係有一啲收回成本嘅安排啦，就係可以幫助到咧內地嘅一啲藥廠做認證。咁我自己覺得呢一方面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咧，令到我哋內地嘅藥品可以出海嚟到我哋香港，甚至乎咧係去到世界各地都可以使用。
咁我覺得嚟緊咧，我哋都會繼續去推進啦。但係我自己咧走訪內地嘅藥廠咧，我了解到即係唔好講話即係一對一嘅前期諮詢或者服務啦，可能咧連我哋一家機制點樣運作都未必清楚。咁所以可能喺我哋宣講方面咧都要加把勁。我自己覺得咧，尤其針對一啲咧，我哋本身香港咧已經有好多病友都用緊嘅一啲藥物咧，不妨可以主動出擊，去同相關嘅藥廠咧提供我哋有關一家嘅資訊，吸引佢哋咧係嚟申請，咁令到我哋咧相關嘅範疇嘅藥物咧價格咧可以主動去降低，唔係被動地咧等佢哋嚟查詢，我哋主動出擊。我覺得呢一部分咧都係好應該要做嘅，亦都會係繼續推進，希望咧推動到政府去做啦。咁我自己咧過去3個月前咧，我就走訪過內地嘅藥廠啦。咁我都了解到咧，佢哋喺澳門註冊嘅情況係點嘅。當然係比我哋香港仲要快捷啦。甚至乎咧，我同鍾南山基金會咧都有合作，佢就俾咗咁大沓嘅報告我。咁我相信消化咗呢份報告之後咧，我都希望咧可以喺嚟緊我哋議會，甚至乎我嘅議員議案啦，可以進行相關嘅辯論咧，去進一步推動。咁我自己覺得咧，收費嗰部分咧，即係我哋講緊一家機制嘅諮詢嘅收費部分咧，都可以咧令到我哋進一步邁向好似澳門咁樣咧，做一個第一層審批。好快地可以入到藥嘅。事關我哋咧喺一家嘅機制嘅諮詢部分咧，如果我哋係有固定嘅班底去做，我相信衛生署都好欠缺人手嘅。有固定嘅班底去做咧，都係我哋培養人才、邁向第一層審批嘅一個好正確嘅方向。咁所以咧呢方面咧，我都會喺議會全力去推動嘅。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咧，唔單止喺今日嘅座談會，任何時候咧都可以同我哋聯絡嘅，即係透過陳主席啦，同埋黃會長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齊共商我哋嚟緊嘅前路。多謝大家。